吹得嗰把機仔咁嚟，有本事作個斗松木刮鐵你，我就服你。來，我哋先睇商家吹水。这是一把 SK5 折叠锯，3面2刃，金刚锻造，按下按钮随意折叠，携带方便，不卡锯，不生锈，切割速度非常快。我買個板呢係大厚個，嗰啲就開關，嗱一撳就可以打開。啲機片呢係30公分，嗱你睇，望見都係咪好大把喎？隻把手呢係塑料個，防滑個，佢嘅機片又都係咪好硬朗？佢嗰啲黑黑嘅呢就係嗰隻特富龍塗層，冇易得生鏽喎。機齒呢係3面開始個，冇錯啊。咁一收回來呢，帶起身又特別方便。而家我哋直接出去試試，使唔使得？嗰兜松木呢，佢就冇滾喐落，太大了，機片都冇咁長。咁啊，等陣商家講我客氣，我哋直接去呢邊刮荔枝木。個嘢嘢呢，大概就係有8公分咁嘢。嗱，你睇。而咁，我攞我公仔警長落去刮柴嗰把機試試，刮冇刮斷？硬脱啲，又彈手。難刮咯。試試嗰把嘢刮冇刮得？嗰把特別好刮喎，冇彈手喎。你睇呢？哎呀，就刮斷了。你哋睇下嗰隻切頭，都係好平整嘅喎，可以喎。而咁刮一級爪木嚟試試。其他啲可以喎嗱，刮啲爪木都冇問題。而家我哋再試試刮竹，佢刮冇刮得？得喎又係啊！哎喲，滑絲嗰嗱，田碌嗰把手工折疊機呢，我就出嚟咯。效果你哋都睇到啦，無論係刮木或者係刮竹，佢都係特別絲滑個，冇卡機，冇同嗰種扭色個啊。啱啱係冇入木，啱啱呢就係卡機啊。嗰把嘢又可以折疊起身，帶起身呢又特別方便，價錢又都冇計，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放心入手，靚貨。